今晚食咩好 ？AI852教煮飯。邪惡三重芝士煙肉焗通粉係一款方便、簡單又邪惡嘅料理，鍾意食芝士嘅人一定要試下煮啦。需要嘅材料有：快熟通心粉、無鹽牛油、麵粉、牛奶、車打碎芝士、巴馬臣碎芝士、水牛碎芝士、煙肉、麵包粒、鹽同黑胡椒粉少許。做法：步驟1：準備材料，將適量煙肉片剪成煙肉粒，煎香後備用。按包裝指示將通粉煮熟之後隔水備用。步驟2：煮芝士醬，慢火煮溶牛油，加入麵粉炒勻約1分鐘，再慢慢倒入牛奶，之後不斷攪拌至結身。熄火後，再加入約2/3嘅車打芝士，攪拌至芝士融化。步驟3：混合通粉，將芝士醬、通心粉、煙肉、少許鹽同黑胡椒粉、水牛芝士撈勻，然後倒入焗盤。步驟4：鋪芝士焗，預熱焗爐至攝氏180度，灑上剩餘車打芝士及巴馬臣芝士，放入焗爐焗10分鐘至表面的芝士變得金黃酥脆。步驟5：灑上麵包碎及麵包粒。完成。食後感勁好味，食晒都唔覺膩，邪惡到爆燈。要食就唔好諗卡路里啦。如果有其他問題或者需要更多食譜，隨時話我哋知啦。小貼士：於步驟3嘅時候，可選擇性加入煮熟咗嘅粟米粒，增加蔬菜嘅口感。